过来看南美的国家厄瓜多，为着要甲贪污的前副总统抓起来，伊是直接调兵冲入去墨西哥的驻外大使馆去抓人。结果，这个举动是引起墨西哥的不满，讲厄瓜多这种行为准办都是侵犯主权，所以直接宣布要甲因断交。 厄瓜多首都的墨西哥大使馆外口受到大批军警包围，在搜索了后，带走厄瓜多的前副总统格拉斯引发批评。Invadir una embajada es atacar a suelo extranjero, es declararle la guerra a un país y se lo hace en medio de un capricho de un presidente sin ninguna razón ni justificación. 南美国家厄瓜多的前副总统格拉斯因为涉嫌污洗，被判刑2届了后，为去年12月开始，在秘鲁比墨西哥驻厄瓜多首都基多的大使馆寻求保护。厄瓜多当局为着要抓人，初5暗时动员军警拢入去墨西哥大使馆，将格拉斯拘捕带走，引发墨西哥政府不满。不过厄瓜多当局认为墨西哥的做法是违反干涉别个国家的内政原则， afectando así a las instituciones democráticas del Ecuador. Contraviniendo claramente el principio fundamental de no intervención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de otros estados. 对此，墨西哥用违反国际法、侵犯主权，宣布跟厄瓜多断交。墨西哥的外交人员会离开厄瓜多，要求厄瓜多政府对退离的外交人员提供安全的保障。不过，部分墨西哥公民对政府决定是真失望。Es innecesario, creo que es en detrimento, porque si es eso que se tiene que resolver diplomáticamente, quizá. 其他中美甲南美国家，包括巴西、委内瑞拉、古巴这些国家，嘛批评厄瓜多的官方拢入去大使馆抓人的行为，小听墨西哥。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嘛，伫咧当地初6宣布甲厄瓜多断交。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。